们台南的产季一来到之前，其实市长也超前部署的要求农业局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因应措施。在外销的部分呢，市长就有促进了一些日本啊、香港、新加坡一些外销的一个能量，希望改变说除了单一国家的一个行销。那在内销方面呢，我们在产地也做了一些产业文化活动。那在消费地，我们也去促销。那希望就是说，在产地跟消费地能够同步来行销我们的凤梨。那这是我们礼盒呢，可分为这种两颗行销2颗包装，还有那个4颗包装跟6颗包装，还有环保包装的。所以呢，也蛮适合企业去送礼，还有送给员工拿去做伴手礼。凤梨的产季它要延长它的产期，所以它的加工品呢要去做开发。所以呢，我们结合了很多我们在地小农的一些农特产品，我们做一个礼盒打造。这一次再配合整个台南凤梨的产销，教育局由所有的营养师设计了39道的食谱，可以让凤梨入菜。那另外，我们所有的国中小也加入了午餐的水果节切品尝的行列。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的凤梨从清明过后开始盛产，产季持续到5月中下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全力协助在地凤梨销售，透过多元行销方式增加凤梨的产值与通路，例如电视网络购物、举办果干节、产地行销活动等等，促进消费者对台南凤梨的认识。台南凤梨除了有礼盒包装，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也推出凤梨果汁、果干、果冻及凤梨酥等加工品。除了提升产值，也延长民众品尝凤梨的期限。此外，为了增进台南市学童对在地蔬果的认识，农产运销公司与教育局合作，供应厂商加工节切的凤梨，让学童们在营养午餐中就能吃到好吃的台南凤梨。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关庙凤梨成功在初级，不但结合了其他的关庙特产，包括关庙面，还有包括凤梨脆片，包括凤梨干，还有包括凤梨果冻，还有许多，还有包括凤梨汁，这些加工品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好的礼盒。而且这个礼盒基本上是1年4季都可以用的，不是只有凤梨季节才可以用。这样子有效延长了凤梨相关制品的这个寿命，而且把它规格化，而且把它礼品化，把它价格更升一级。所以说，将来一个凤梨礼盒可以卖好几百块。那这样子，这对于农民的收益，对于我们加工厂的收益，各方面都可以增加它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凤梨变身成为华丽转身，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加工品。鲜果好吃，加工品更好吃，果干棒这个果汁也更棒。所以说，希望大家一起来享用我们的关庙凤梨。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5月10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城西本社文化创新更新路的新建工程高达54亿，民间一般政府采工也无同，佮开设工程、环保、投资等无同专业的层面，所以需要一个廉政平台，以公开透明、佮合法的程序来启动，为市民解决本社处理问题。台南市城西本社文化路更新路新建工程经费大约54亿，规划以 BOT 方式办理，甲一般政府采购案无同，包含工程、环保、促产投资等无同专业层面，会当借由廉政平台，让市民朋友更加了解一寡重大公共工程，以公开、透明而且合法一个程序来启动，让厂商、市府以及所有的市民朋友，拢会当成为上大赢家。启动这是一个结合中央跟地方
政府跟民间所建制的一个非常公开透明，能够为市民谋取最大福利的一个平台。简而言之来说，它从公共工程的这个委员的甄选程序的这个公开透明，以及到最后评选的一个公开透明，到最后能够这个讨论出议约出一个最好最有利于市民的合约。这个过程中，全程都是在司法机关的这个监督之下来完成。那坦白讲，这个部分因为为什么台南市会启动这个联政平台？因为它的采购金额高达54亿，早就已经超过联政平台的启动的这个水准了。联政平台只要几亿以上就需要启动联政平台，这个是高达54亿的这个工程金额的采购，所以联政平台的启动是理所当然，也是法所必然。所以呢，我们需要借着这个联政平台，能够让市民朋友们更了解一些重大公共工程，它是如何在一个公开透明而且合法的一个程序来启动的。那最后能够让厂商、让市府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能成为最大的赢家。目前台南市废弃物主要是由城西粪扫分化炉以及永康粪扫分化炉处理，但目前这两位的分化量犹原不足，而且城西厂营运已经超过20吨。为了确保粪扫以及废弃物会当妥善处理，新建一座日处理量900公吨的分化炉，引进高效率能源回收，不但解决了粪扫问题，上重要会当提升发电效率。这个廉政平台成立，更会当让公务员安心办事。上大的受益者就是全体市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112年度总共表扬57名模范母亲，为了表达尊敬甲感恩，议会除了颁奖匾仔甲纪念牌，10号上午议长郭信良嘛专讲甲安南、客家以及永康等各区拜访4位模范母亲，重面温馨。由李林推荐，经过公所审核，安南区用小办律师核选今年台南市所表扬模范母亲的慈心妈妈。10号上午，议长郭信良伫安南区长叶志明、议员李忠诚等人陪同，代表议会亲自来表扬致意。而慈心妈妈就是家庭接受变故，代替母亲的角色来负担教养。参像杨律师，除了是至亲的保镖，嘛成为寄养家庭长达14天，提供家父中心的儿童一个避风港，相当甘心。寄养了很多的受虐儿童加以给他帮助，让他度过呢遭受呢家庭呢暴力的相向以后一个避风港，是一个值得我们推荐，而且这个震动而且鼓励的一个家庭的人士真的很不错。往后的那几个呢，也是都是值得社会各界呢现在值得表扬的一个模范的母亲。在这5月中间来的这几位女士呢，都是深植所有人民的心中，希望作为我们全台湾市民妈妈的模范足以表扬。我迄阵就是本来就做保姆嘛，因为囡仔拢读册出去就假日就是拢无代志无代志坐遐就度孤足无聊。我甲阮先生讲，不然我们来当寄养家庭，就是有小孩可以陪伴我们，嘿所以我即马有囡仔，阮是袂当休困，会当带去佚佗，所以我袂感觉遐无聊，嘿杨律师讲到过去，伊用包容接纳的心来照顾就小囡仔大汉，囡仔去掉医学院可以转来找伊，拢互在场的贵宾相当配合。我们的义消的部分，还是说他针对我们社会公益的这个部分，其实他都花了很多心思。那包含我们叔叔他也是在我们海淀国小当志工团长的这个职位，所以他们夫妻俩对社会的贡献真的是非常的大。那今天也借由这个母亲节来颁发这个模范抚亲给我们这个阿姨相信说未来她一定会花更多的心思跟她的力量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台南市今年总共表扬57位模范母亲，议会都来分别送出匾仔，议长阁亲自到4位模范母亲的厝来祝贺，场面温馨。台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
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港务部门的业务报告，其中地政局刚想要开放主办场地引起关心。对此，议员刘维英的要求，徛伫城市开发，市府也是要维持公办场地，才会当维护土地正义。议员刘维英指出，台南市目前有36区由民间来主办场会，不过主办场会不是场委会被警告，就是有诉讼的争议。对此，议员询问地政局的立场，是毋是要开放主办场会？对此，地政局回应，目前还是以公办场会为主。过去你在重划为的是有效的去使用土地，好，那有效使用土地，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来增加我们市府好的一个税收，才不会因为这个土地重划的相关利益垄断在特定的私人的重划公司的一个手里。所以呢，你重划之后的这个，如果真的有产生土地利益，是不是都会这个回归到重划基金里面？跟议员报告，如果是公办重划的部分，这个100%都在没有错嘛，我讲的就是公办重划的部分嘛。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公办重划的部分，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把涨价归公它的这个所得的一个利益有效的来分配到我们未来市府每一个开发案上面去，或者说在进行下一次的重划，这个利益才有办法是全民共享的嘛。是重划案务必都以公办的方式去进行，局长有没有办法答应？是我们尽量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这个谢谢局长。除了场会问题，另外议员林议员嘛关心公共设施的植栽问题。有民众点证，伫个海岸路口，因为有部分的植栽超过大丛，容易影响民众行车的安全。对此，都发局长嘛回应，因为海岸路的阻带较宽，一般拢会考虑树木的下高。如果生长较密，嘛会派人来修正。当初其实在审议这个海岸路中走道的设计的时候，有考量说要用这个比较不会遮蔽视线的这个乔木为植栽，但是刚刚的那个照片这样看起来，就它也是种了一棵树，但可是我们再去看另外的规定是说，在这个号志跟道路插口10公尺的范围内，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它好像就不可以再种这样的树，所以其实大家是蛮疑惑说，那所以那一棵在那边，它是为了说一个比较漂亮的打卡点，还是海岸路比较特别？因为确实是有民众反映说，如果是行车的话，会因此而看不到这个另外一项的来车。道路口遮蔽部分呢，实际上比较强调的是枝下高了，就是开始长树叶部分是不是有遮蔽这个视线？所以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枝下高的部分呢，如果达到一个高度之后，实际上这个转弯的一些路径呢，大概就不会受到影响。不过刚才林议员指教的部分，就是有时候树叶会继续长出来，比较部分可能要勤修剪一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但市文生这个工会相当爱心，日前邀集成员甲所有友志，对着太鲁阁号的事故发起募款，最后总共募到8万块。议员但因的推荐，将这笔善款捐给红十字会作为专款专用。台南市文生从业人员这个工会理事长陈国斌，日前伫太鲁阁号事件发生时，人拄好嘛转去到台东制作，现在想起事故，也是有满满的不甘。一直想要替受难者尽一份心力，后来经过甲工会理干事讨论了后，决定伫工会发起募款，并串联全台各地友邻的爱心，总共募得8万多块。经过市员单位顶的推荐，决定将善款全数捐给红十字会，作为太鲁阁号事故专款专用。当时的事故发生，我的人刚好正在台东，那我又借由新闻的一直的重复的一直播报在这方面。会觉得说，在这方面的受难家属方面呢，我一直就是觉得呈现很低落的心情，因为当然我这次回去也是祭祖啊，对，那我当下就是有一个想法说，关于这方面，我们能够邀请到国内业内朋友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作为跟善举，那我当下就是马上联络了我们的理监事团队，做一个协商，我们确定了在这方面的一个善款的一个方向。我们大家就是同意在这方向，愿意去招揽国内全国业内有人做这方面的一个善举的动作。
太鲁阁号的这个事件哈，可以说是台铁史上最严重的一个事故哈，所以让我们所有台湾的人民其实都非常的不舍哦。那也都希望能够借由自己的力量，然后去帮助不管是受难的朋友或是家属们哦。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文生工会的国宾理事长，然后发起，然后所有工会的会员，然后包括很多好朋友都一起来发挥爱心，那募集了一个款项，也希望说能够捐助给太鲁阁号这些受难的家属跟朋友，那希望他们能够感受社会的温暖，然后能够快快的站起来以外，也期待说文生工会这样抛砖引玉的善举，让大家能够持续来关心我们这一次受难的朋友。理事长陈国彬表示，社会上有真侪人对着文生行业早有袂少偏见，但其实这个行业甲一般行业拢同款，甚至因为社会偏见颠倒更加弱势。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捐款，会当带动社会上更侪团体做伙加入公益关怀行列。文生工会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2025年，台湾将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当然，老人人口增加是问题，适龄长辈增加才是真正危机。所以，市府甲长期照护发展协会合作，将伫全市办理130场的低适龄巡回活动，希望健康老化，共同来守护长辈健康。为了打造优先个人健康社区的理念，社会局结合单市长期照护发展协会等民间的资源，将免费伫长期照顾中心推广低适龄。其中有一天嘛专程到场，拄来甲所有中心的长辈做伙运动，配合新开开的音乐、卡达手棒。希望将健康老化概念早伫130位机构来巡回推广，因为对老人来讲，低适龄运动就是延缓老化无红半岛。轻快的台语音乐，然后呢搭配一些简单的上肢关节活动，那速度会是比较慢的，循序渐进的，那去带领长辈做运动，因为他们不像社区或是一些健康的长辈，那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受限，那我们会常用的是器材，那可能比较像是鲜艳的方式，或像是我们的服装，或是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先引起长辈的动机，那然后再进而去进行一些带领，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动起来，然后活化筋骨，然后促进身心健康。会中市长嘛以地震感谢中感谢长期照护发展协会等5间关注单位热心公益，来守护长辈健康。我们知道长照机构绝对不是每天吃饭睡觉的而已，我们觉得许多生活的照顾都感谢我们长照机构的人员，也感谢长照协会他们一步一脚印，能够打造出台湾更优质的长照品质。那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努力，让市民朋友都看得见，也希望说每个人都会老，只是希望要老得健康，老得快乐。那这一点是希望说大家努力的目标。社局表示，为了协助长辈养成运动习惯，已经打造台市第1间长辈健康俱乐部，嘛欢迎市民多加利用。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为打造台人处处看得到嘛听得到的客语服务，台市政府持续甲客委会合作，伫各单位推动柜台服务。目前都来安平户政事务所等8据点拢职工。现在贵州和朋友伫门诊嘛加入亲切的客语服务，欢迎需要乡亲多加利用。但市大约有11万的客家人口，其中一寡老一辈客家乡亲较袂晓讲国语，尤其伫看医生的时，如果会当用伊熟悉的语言来表达，相信治疗效果会更较好。所以市府甲贵州合并合作，伫门诊柜台都有侪职工协助沟通服务。其中委托嘛专程到场，以颁发服务证予客语服务人员，强调对客家乡亲的公共服务袂当拍折。
我想很感谢郭中和在去年就已经开设了这个客语服务。那有许多志工其实已经在那边当很久了，只是因为还没有标明客语服务，有时候人还不知道。那有时候问起来才知道说你也是客家乡亲啊，你是讲客家话，你是讲哪边的客家话？就如同刚刚主持人在询问我们志工的时候的一样。因此呢，特别谢谢我们客委会大力来推动。那感谢卫生局能够在很多全市的医疗院所，不管是公私立的，我们都希望努力有一定规模的，我们希望提供一些客语服务。跟客家人呢相见面的时候，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彼此是客家人，讲2句话，这2个人呢就会变成好朋友有那个感觉。那今天呢又发现呢，客家的小姐特别漂亮那客家在台湾是一个超级民族，因为我知道客家的乡亲呢头脑特别好，所以在我们的医界啦，或者是政府长官很多都是很优秀的。那这个无障碍环境呢，我们是已经从硬体转到这个语言的软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在此再特别感谢市长还有局长的努力，感谢感恩。据我了解，台南10年前就开始营造友善的客语使用环境，近4年来客语柜台服务不断扩大，到今年已经增加到8据点。了后需要服务的客家乡亲，看到挂证件、请备信人员唔免客气，将热诚为你服务。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开用性嘅灯焰加克隆市政容易发生伫30岁以及40岁以上，而且大人囡仔拢有可能。对卫生表示，虽然病因复杂，无明确答案，不过可能甲遗传或是免疫系统有关系。发炎性的肠道疾病是一种慢性、重复的肠道发炎病症。疾病形态一种是溃疡性的结肠炎，一种是克隆氏症。虽然台湾的盛行率分别是10%8.5%加10%2.1%，不过因为病因复杂，必须要医师正确的诊断。发炎性肠道疾病在台湾其实并不常见，在儿童更是少见。但是它的一开始的临床症状包括腹泻腹痛，甚至解血便等等，其实跟一般的急性肠胃炎或者是其他的功能性的肠胃道疾病，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区别。那通常会需要有经验的医师，可能长期的追踪，然后慢慢的去检查，去了解疾病的整个样态，才会比较能够去正确的诊断发炎性肠道疾病。造成发炎性肠道疾病的病因，目前机转还不是那么明确。那大概目前的解释或认识，大概就是可能病患本身一些遗传基因的变异造成易感性，就是体质上面比较容易这样的状况，再加上一些环境因素，然后可能肠道内的菌丛跟自己的免疫系统交互作用之下，会产生这样有点免疫失调、过度发炎的慢性状态。医师表示，因为发炎性的肠道疾病，目前还无完全治好的方法，只会用来舒缓肠道发炎的现象。如果发生伫个儿童，嘛要特别注意是毋是有发育不良、加成长较慢的问题。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季风有时好天天气，温度30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6级。感谢收看5月10日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